咁上年年底同大家分析咗樓市啦，咁應承咗大家我哋會講翻16號仔新鴻基地產嘅分析嘅。咁首先而家同大家講下佢而家嘅走勢先。咁好唔好彩啦？咁我哋未開始正式分析佢之前呢，喺我哋上年年底講佢嘅時候95蚊，今日呢新年啦，咁我放咗個大假之後呢，1月7號啊，咁已經高位見咗100幾蚊啦，咁唔緊要嘅，好嘅股票咧喺任何時候咧都買得嘅，咁我哋咪等佢平啲嘅時候先再買咯。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 TNL 投資頻道，我哋頻道主要係分享對大市嘅睇法，同埋我哋嘅投資心得。大家嘅每一個 like、留言同埋訂閱，都係我哋創作影片嘅原動力。睇完記得 like 同留言講下你嘅睇法啦，唔好唔記得撳下個鈴鈴鐘，等我哋咧多啲分享我哋嘅知識。大家好啊，歡迎大家嚟到 TNL 投資頻道，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啦。最近我哋有一段關於領展嘅影片，咁得到大家嘅支持。咁都獲得萬幾嘅點擊嘅，咁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去支持我哋啦，咁令到我哋咧可以有多啲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啦。咁我哋會繼續努力同大家分享我哋嘅投資知識啦。咁希望大家可以做到財富增值嘅，大家一齊努力咯。咁上年年底同大家分析咗樓市啦，咁應承咗大家我哋會講翻16號仔新鴻基地產嘅分析嘅。咁首先而家同大家講下佢而家嘅走勢先。咁好唔好彩啦？咁我哋未開始正式分析佢之前呢，喺我哋上年年底講佢嘅時候95蚊，今日呢新年啦，咁我放咗個大假之後呢，1月7號啊，咁已經高位見咗100幾蚊啦，咁唔緊要嘅，好嘅股票咧喺任何時候咧都買得嘅，咁我哋咪等佢平啲嘅時候先再買咯。咁當然啦，呢個唔係我嘅投資意見啦，只係我嘅心得分享啦。咁所有嘅買入賣出決定都係咧大家自己嘅決定嘅，完全我係唔會提供投資意見嘅，所以大家想買咩股票都要諗清楚，自己做好分析啊。好啦，跟住落嚟我哋就入翻正題啦。究竟新鴻基地產係一間咩嘅公司呢？咁新鴻基地產成立於1972年啦，由郭氏家族建立嘅，相信大家都唔陌生噶啦，係香港最大嘅地產公司之一嚟嘅。咁有陣時佢大啲，有陣時其他大啲啦。不過呢，喺我心目中佢係最大噶啦，應該。咁去到截至今日啦，市值都有2600幾億噶啦。當然啦，佢嘅資產就唔止呢個數啦。點解呢？因為其實佢呢有好多資產係折讓咗嘅。轉頭我哋睇完呢段片，我哋介紹完之後，會再同大家 detail 咁樣喺佢嘅投資層面啊，或者點樣分析呢隻股票。咁其實呢，佢係幾個業務嘅啫，房地產開發啦，物業租賃啦，酒店啦，電信啦，IT 啦，同埋一啲嘅基建物流啦。雖然呢話環球經濟都唔係咁好啊，大陸又唔掂，香港又唔掂啊，但係咧建基於香港同大陸嘅新鴻基地產咧，上年嘅收入咧竟然有8%嘅增長喎，有785億啊！咁大家幻想下，785億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啦？咁其中咧香港嘅業務佔7成啦，內地嘅業務咧都有3成嘅喎。咁一陣間我哋再同大家 detail 睇下嗰啲係咩內容啦。其實咧新鴻基地產咧香港同埋內地咧都有龐大嘅土地儲備嘅，有5745萬平方尺啊，同埋6535萬平方尺嘅，分別喺香港同內地。大家都知啦，起樓起家嘅新鴻基地產物業發展當然係最大部分啦。咁上年嘅收入佔44%啦，其次呢就係收租啊。大家都唔否認啊，香港新鴻基地產一定係最大嘅收租佬啊。咁佢有31%呢係年年都有租收嘅。咁物業發展呢一直都係新鴻基嘅增長引擎嚟㗎啦。上年麻麻地啦，但係呢賣樓嘅收入都有346億啊。咁其實咧上年都賣多咗樓啊，咁梗係啦，清庫存啊嘛，賣得到，但係咧個利潤一定係薄咗噶啦。咁但係利潤都有83億喎，點解呢？咁其實咧好簡單，因為咧好多嘅地咧，頭先都講啦，佢有好多土地儲備啊嘛，好多嘅地都係一早已經買落咗噶啦，買落一堆麵粉，一路蒸麵包出嚟賣俾你咯。咁留意翻內地咧嗰個收入同埋利潤咧就更加高過香港添。點解？因為佢過往嘅地咧係一路喺內地儲咗翻嚟低價買入嘅。再加上佢起完嘅樓係慢慢賣，咁當然可以賣得高價啲啦。上一條片同大家分享過啦，香港樓市有好大機會啊。咁究竟新鴻基地產喺香港仲有啲咩物業發展緊啊？咁首先講下啟德先啦，啟德佢有110萬平方尺嘅住宅，咁2025年下半年咧已經交晒樓噶啦。另外啦，喺2025年咧亦都賣咗1500個喺西沙嘅單位，仲有 YOHO West 啦，天水圍濕地嗰邊嘅單位啦。屯門嘅 Novo Land 啦，大陸咧其實咧佢所有嘅物業咧都喺蘇州啊、廣州啊、上海啊嗰啲城市嘅，咁好多咧其實都係一啲新一線或者一線城市嚟嘅，咁一定係賣到高價啦。點解我會話咧新鴻基喺內地嘅樓咧一定賣到高價咧？因為咧佢有好好嘅品牌，佢係有 IFC 呢個品牌啦，咁所以咧佢喺內地咧有好多嘅商場項目，而嗰啲商場項目咧佢哋都係一個甲級寫字樓嚟嘅，
咁內地啦，雖然你話經濟唔好啫，但係爛船都有三根釘，甲級寫字樓呢一定有佢嘅需求嘅。咁隨住佢起咗好多高配套嘅甲級寫字樓啦，咁佢哋喺附近嘅住宅項目呢，亦都同樣會賣到高價嘅。咁當然啦，財大氣粗啊嘛，因為佢所有嘅項目呢都係個綜合項目去發展嘅。咁其實呢，合約銷售都有423億噶啦，去庫存能力一流啊。咁其中呢啲賣嘅樓呢，就會喺2026年入帳，總數呢有301億嘅。咁啊，樓市止跌回穩啊。咁未來呢，如果再重新去推出佢嘅樓呢，可能今年2026年呢，佢嘅物業銷售可能創新高啦。因為西沙有1萬個單位等住佢賣啊嘛，上年呢個業務呢一定係陀衰家噶啦，咁但係呢，今年可能會係一個增長引擎喎。好啦，跟住落嚟我哋就開始講現金流啦。咁啊，其實佢點解咁成功呢？因為過往呢，佢嘅策略呢都只做高端嘅，咁啊同好多高端品牌合作啦。咁啊集團擁有13間酒店啊，合作嘅品牌包括有哈日啦、Four Seasons啦、萬豪啦，咁啊關鍵項目當然係 Four Seasons 啦，同埋 Ritz-Carlton 啦，咁啊一個喺 IFC， 一個喺 ICC 啦，另外 W 酒店啦，同埋喺上海呢啲地方呢都有 Ritz-Carlton 嘅酒店嘅喎。咁另外呢，大家都應該好熟悉噶啦，新鴻基旗下呢有個帝字頭嘅酒店，咁係 Royal 系列啦，包括有帝都啦，喺沙田；旺角有帝京啦，咁啊荃灣有帝景啦，出名啲嘅喺尖東有帝苑啦，另外沙田有新開嘅帝日啦。你唔好以為呢經濟差就好唔掂啊！新鴻基嘅酒店呢，有90%嘅出租率㗎。點解？因為內地旅客嚟咗啊嘛。咁啊，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啦？喺西九我哋開咗一個新嘅體育園啊嘛。跟住落嚟會有越嚟越多嘅演唱會，當然酒店業務啦，應該都會有得升嘅。好，跟住落嚟呢，會同大家呢講更加多大家未必知嘅業務啊！唔講你唔知，新鴻基旗下仲有另外一間上市公司叫做數碼通啊 ，Smart 通啊，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啦？佢哋嘅關係可能大家唔知，但係數碼通應該大部分嘅人都有用噶啦，或者有聽過。咁啊，新鴻基持股數碼通73.24%啊，大股東嚟噶。數碼通上年啊收入就係62億啊，利潤都有7.5億啊。上年數碼通電信業務係升噶，唔知係咪多咗外勞落嚟買 SIM 卡啦？其實要睇佢哋電信業務係咪升呢？好簡單嘅啫，有冇機會升？睇下個人口有冇機會增長咪知咯。咁我諗未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會，人口都應該會繼續上升嘅。試問而家邊個可以離開一個電話？咁啊，另外一間公司大家可能未必知啊，就叫新意網啊。你唔好以為佢淨係一個網頁喎。新意網呢間公司呢，大有來頭噶。佢係香港數一數二嘅數據中心。隨住而家 AI 嘅需求呢一路增加。咁大家都明㗎啦，數據中心越來越多嘅需求啊，咁啊新鴻基呢間咁醒嘅公司一早已經佈局㗎啦。咁啊佢持有新意網又係73點幾%啊。咁啊上年啊淨係新意網啊嗰個收入啊都29億啊。咁啊因為佢係純收租啦、service 啦，亦都高端啲啦啲業務，咁啊嗰個毛利率都好高㗎，淨係利潤都有14億啊，應該嚟緊都係一個繼續增長嘅嘢嚟㗎啦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又同大家講下另外一個業務啦。唔知大家知唔知啊？新鴻基旗下呢有間全香港最大嘅巴士公司啊，叫載通，改過另外一個名俾大家聽，大家就識噶啦，就係九巴。除咗九巴之外，佢其實營運緊好多大嘅停車場啊。咁啊 Wilson Parking、Wilson 啊，大家都應該識啦啩？如果揸開車，咁啊全香港最大嘅停車場啊，管理公司啊。咁啊上年載通呢間公司又收幾錢呢？上年載通嘅經營收入呢有50億啊！咁啊巴士同埋停車場都係生活必需品啦。你知唔知 Wilson Parking 啊？呢間公司喺香港管理緊43000個車位啊！咁你可想而知係收緊幾多錢啦。咁啊亦都致力咁發揮緊一啲嘅充電樁啊，或者強化緊一啲嘅科技啦，應用翻喺停車場業務啦。雖然呢啲又冇乜增長噶啦，但係勝在夠穩定啊嘛。好，跟住落嚟仲有噶，未講完啊！新鴻基咧另一個出名嘅業務咧就係一田啊，咁啊相信大家對一田都唔陌生啦，冇錯，一田都係佢嘅。如果你去開新地嘅商場咧，大部分都有一田嘅。咁啊一田嘅嘢又靚又正啊，咁啊都好受香港市民歡迎噶。咁當然啦，一田嘅業務咧都有下滑嘅，咁啊始終經濟唔好啊嘛。但係包括埋其他業務咧，其實上年咧一田咧都有80億嘅營業額㗎，咁啊利潤咧係低啲，但係都有錢賺啦。咁啊，如果下年經濟好啲，呢個可能又會係一個增長嘅業務嚟噶啦。好啦，之後再介紹一個呢，可能大家都知噶啦，物業管理業務啊。咁啊，新地其實喺過往香港起咗好多唔同嘅大嘅 project 噶。咁嗰啲大嘅 project 交俾邊間物業管理公司打理呢？咁主要就有2間，其中一間就叫康業服務，再另一間呢就叫啟成。
咁呢兩間公司呢，其實都好出名嘅，亦都係香港數一數二嘅物業管理公司嚟嘅，無他噶，一定有增長啊！因為新地會一路賣樓噶嘛，賣完啲樓咪交翻俾呢啲管業公司，繼續收翻啲管理費咯，當收租都好啊！咁啊，而家物業管理呢，管理緊292萬平方尺嘅住宅啊，或者我再講啊，講得咁翹口，大家都聽唔明，可能接近3億平方尺。咁如果你每平方尺收翻5蚊咧，咁都10幾億噶啦，穩穩定定又有錢收噶啦。咁當然啦，管理費冇咁貴嘅。咁啊，上年呢，淨係物業管理啊，又收翻你80億啊。好啦，大概呢嗰個業務呢，就同大家分析咗啦。咁相信大家都同意呢，其實新鴻基呢間公司呢係好穩陣，佢有好多嘅現金流啊，不論物業管理啦、收租啦，一定有噶嘛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喺投資方面再仔細分析呢間公司。咁喺我仔細分析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你真係想睇我嘅分析，不如大家留言想睇呢，咁就會再推出我哋喺財務嘅角度點樣分析呢啲股票，俾大家認真咁研究下噶啦。